1995年，第1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禮破咗慣例，影帝周潤發冇喺台上領獎，而係專程揸車去一間老人院，將個個重甸甸嘅終身成就獎杯伸手交到一個瞓喺病床上、神情有啲恍惚嘅老婦人手中。呢位令金像獎破例要周潤發親自上門致敬嘅老人，正係香港粵語電影史上嘅傳奇人物黃萬里。由1930年踏足影壇，到1987年息影，佢縱橫香港影視圈差唔多60年，演出超過300部電影、幾十部電視劇，係公認嘅 A 劇聖手，亦係港圈德高望重嘅 Mary 姐，係上世紀30年代到70年代嘅香港影壇。呢個名就代表住一種標準，演技嘅標準。佢演過300幾部電影，橫跨默片同粵語片兩個時代，由少女演到老婦，由演凄涼冇演到惡毒家高。佢一生人冇仔女，2次有咗，2次都流產。後來佢同老公入住老人院，身邊冇血親，但就有一班契女，李思琪、蘇杏璇、鄭文霞、莊文清，都係圈中人，都係佢一手湊出嚟嘅後輩。佢走嗰陣，老公陪喺病床邊，佢啲遺產點樣分配，外界知得唔多，但佢個層樓聽講值唔少錢。黃萬里原名黃文造，曾用名黃萬麗，籍貫廣東中山。1913年喺香港出世，佢家境唔算差，讀過庇理羅士女子師範學校，個係香港嘅名校，追過唔少知名校友。跟住正常軌跡，佢應該畢業之後做份正經工，結婚生仔，愛完一生。但佢冇。後生嘅黃萬里睇咗套喺上海拍嘅電影《紅粉骷髏》，從此迷上做戲。中學畢業後，阿媽過身，老豆揾工困難，佢先做咗一排教師糊口。後來上海嘅岩影片公司招收女演員，佢瞞住老豆偷偷報名。總經理黃懷生面試佢，見佢外形端正，氣質沉靜，當場簽咗1年合約。佢同老豆講大啦，話自己去上海一間鋪頭做掌櫃。老豆覺得女仔做掌櫃唔容易，就應承咗。佢買咗由香港去上海嘅船飛，2日2夜，佢到上海。1930年，佢考入上海嘅岩影片公司演員班，以藝名黃萬麗參演咗《火燒白濟寺》《江湖24俠》等默片。嗰陣導演黃天北已經有劇本，演員未定，見到黃萬里之後非常滿意，即刻叫佢入組。佢出道就做女主角，運氣好到離晒譜。1年時間，佢拍咗7部默片。呢啲電影喺香港上畫之後，佢個名貼晒喺海報上面。老豆認出佢，問佢係咩個演員，佢冇否認。老豆冇發火，只係望住已經成為明星嘅女，沉默咗好耐。1932年，黃萬里離開上海嘅岩，返到香港，加入聯華影業公司香港分廠。佢同吳楚帆合演咗《古自娟聲》《夜半槍聲》等默片。聯華結束之後，佢又參演咗聲片《昨日之歌》1935同抗日電影《人生曲》1937。1940年，佢主演粵語片《人海旅行》，好評如潮。40年代，佢已經係華南影壇嘅風雲人物。嗰陣佢演嘅多數係賢妻良母、小家碧玉、大家閨秀。佢嘅演技細膩真摯，可以帶對手入戲，片場成日籠罩住哀傷嘅氣氛，連幕後工作人員都跟住喊。圈內人稱佢悲劇聖手，亦叫佢悲劇影后。去到50年代，佢開始轉型，專演岳家高、乾陀。呢次轉型非常成功，佢喺銀幕上瞪一眼，觀眾就背脊發涼。佢演奸角演得太好，搞到好多人唔記得佢後生嗰陣演過個啲溫柔角色。佢演過曹禺嘅雷雨，飾演樊兒，連續演幾百場，人哋叫佢小樊兒。佢同陳皮妹、黎卓卓、李善平、徐儀、金露、鄭文霞、李月清、馬少英、容祖兒、黎文、高偉蘭等人結義金蘭，組成12金釵，同時同白燕、梅爾、紫羅蓮並稱香港電影界4大金釵。1952年，佢參與創辦中聯影片公司，佢仲係粵語片清潔運動嘅發起人之一，曾任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2屆理事長。佢唔淨止係演員，佢係呢個行業嘅一部分。
1967年，佢因健康問題一度退休。1971年，佢加入無線電視，後來又去國麗的電視參演咗《抉擇風雲》、《親情》等電視劇。1987年，佢正式退休。1937年，黃萬里同導演謝益之結婚，呢段婚姻持續咗61年，直到佢過身。謝益之係電影導演同製片人，同張英一齊負責粵語片4大公司之一嘅華僑公司，係1959年《豪門夜宴》嘅製片之一。兩人係幕前幕後嘅模範夫妻。黃萬里從影幾十年，老公一直喺佢身邊，但呢頭婚事有一個好大嘅遺憾，冇細路。黃萬里有過2次身孕，2次都流產，具體係邊年、乜嘢原因，資料冇詳細記載。但2次流產之後，佢就再冇懷過。喺嗰個年代，一個女人冇細路，壓力可想而知，更何況佢係公眾人物，冷漠上演過無數次阿媽，現實中卻做唔到阿媽。佢同謝益之就咁過咗幾十年，2個人一個家，冇細路嘅笑聲，冇親生仔女。黃萬里就認咗一班契女，佢係電視圈好受後輩尊敬同歡迎。李司棋接受訪問時講過，黃萬里係一個好慈愛嘅老人家。鄭裕玲亦提過，黃萬里記性好好，可以唔帶劇本做戲。佢嘅契女有鄭文霞、蘇杏璇、莊文清。蘇杏璇係香港著名甘草演員，1951年出世，1972年第1期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畢業。2012年，蘇杏璇憑奪命金獲得第3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，但因為身體問題冇辦法親身領獎。2013年6月12日，蘇杏璇過身。李司棋都係佢契女。李司棋後來成為視后，係 TVB 嘅台柱之一。黃萬里教過佢好多嘢，唔淨止做戲，仲有做人。呢班契女係佢晚年嘅時候輪流嚟探佢，佢冇親生細路，但呢班契女比親生嘅仲親。1990年代，黃萬里患上老人痴呆症，佢冇住喺屋企，而係同老公謝益之一齊住進老人院。一個演咗300幾部電影嘅女人，一個拎過終身成就獎嘅演員，晚年住喺老人院，佢老公陪住佢，一直陪住佢。1995年，第1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決定將終身成就獎頒俾黃萬里，頒獎嘅人係周潤發，佢冇叫黃萬里去會場，佢親自去咗老人院，將獎杯交到佢手上。嗰陣黃萬里已經82歲，坐喺輪椅上，認人都已經有困難。周潤發推住佢架輪椅，同佢有講有笑。嗰張相後來俾好多人提起一個影帝推住一個坐輪椅嘅老演員，陽光由老人院嘅窗照入嚟，照喺嗰個獎杯上面。呢次大概係香港電影金像獎歷史上最特別嘅一次頒獎，冇紅地氈，冇閃光燈，冇掌聲雷動，只有一個老人院，一張輪椅，一個獎杯，同一個推輪椅嘅人。1998年4月8日傍晚，黃萬里喺香港病逝，享年85歲，結束咗佢傳奇又遺憾嘅一生。佢過身嗰陣，老公謝益之陪喺病床邊，61年婚姻，由1937年到1998年，佢陪足佢61年，最後嗰一刻，佢仲喺度。兩人早已係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黃萬里離世嘅消息傳開之後，港圈震動，李司棋、蘇杏璇、鄭文霞等一眾契女紛紛前往送別，送呢位敬愛嘅契媽最後一程。成個香港影視圈都沉浸喺悲痛之中。黃萬里離世之後，關於佢嘅身家、豪宅同遺囑，逐漸被港媒曝光，撇開咗呢位影壇大姐大嘅財富秘密。作為中環影壇60年嘅資深藝人，黃萬里一生拍戲無數，收入豐厚，加上多年嚟嘅物業投資，身家相當豐厚。港媒報道，黃萬里喺香港擁有多處豪宅，其中最知名嘅係位於香港中環嘅一套複式豪宅，地段一流，視野開揚。1998年時市值已經過1000萬港元。此外，佢喺九龍、新界仲有多處物業同鋪位，租金收入可觀。關於遺囑，黃萬里一早有安排，佢深知自己冇仔女，身後財產分配要預早規劃，避免爭拗。據港媒披露，黃萬里嘅遺囑內容清晰，核心分為3部分：
第一，將中環複式豪宅贈予老公謝益之，保障佢晚年生活；第二，將部分現金同鋪位資產平均分俾李思琪、蘇杏璇、鄭文霞、莊文清等幾位契女，多謝佢哋多年嘅陪伴同照料。第三，將剩餘資產捐贈俾香港電影工作者福利基金，用嚟幫扶老弱病殘嘅電影從業員，延續佢對香港電影事業嘅熱愛。呢份遺囑既兼顧咗家人同契女，又心繫影壇後輩，盡演黃萬里嘅格局同溫情。縱觀黃萬里嘅一生，有靈異，有遺憾，有溫情，有淒涼。佢由默默無聞到影壇傳奇，用60年光陰詮釋咗乜嘢叫做戲骨，用300多部作品書寫咗香港粵語電影嘅輝煌。佢堅守文做戲事，驅動影壇發展，提攜後輩無數，成為港圈德高望重嘅大姐大。佢同老公相守61年，恩愛如初，雖兩度流產，冇仔女，卻收穫咗多位事後級嘅契女，真情圓滿。佢晚年患上痴呆症，入住老人院，風光不着，卻係離世後留下豐厚身家同暖心遺囑，善始善終。佢講過一句話：演悲劇唔一定要流眼淚，重要嘅係帶俾觀眾嘅效果，取決於演員嘅儀容、講嘢方式同投入程度。嗰一代演員一個一個咁走咗，黃萬里、巴燕、梅爾、紫羅蓮、吳楚帆、張嫣，佢哋拍嘅嗰啲黑白電影，而家好少人睇啦。但佢哋留低嘅嘢，各種對表演嘅敬畏、對行業嘅責任、對觀眾嘅尊重，仲喺度。周潤發推住輪椅走入老人院嗰一日，陽光好好，佢將獎杯放喺黃萬里手上面嘅時候，佢或者已經唔記得佢係邊個，但個唔重要，重要嘅係呢個行業冇忘記過佢。